滴哩滴滴滴哩滴哩哒哒，滴哩滴滴滴哩滴哩哒哒。韓國濟州偶來之路第14日，今日會走20路段。今日想聽歌就點許巍嘅《曾經的你》。每一次難過的時候，就獨自看一看大海，總想起身邊路上的朋友，有多少正在療傷。滴哩滴滴滴哩滴哩哒哒，滴哩滴滴滴哩滴哩哒哒，滴哩滴滴滴哩滴哩哒哒。聽完咁難聽嘅歌聲，相信大家需要解脫，就等我帶大家行過呢個解脫之門。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濟州島盛產3多？邊3多呢？就係石多、風多、女人多。沿路都一直體驗緊風多石多，而女人多就可以嚟到海女文化博物館了解一下啦。博物館喺2006年開幕，主題係以海為生的女人們，記錄咗濟州特有嘅女性潛水文化。海女唔靠氧氣樽，只憑一口氣潛入10米深嘅海底，採集海膽、鮑魚、海帶、章魚等等嘅海產，係一種結合生存、信仰、團結精神嘅生活方式。行完博物館喺附近食一餐海螺粥刀切麵。首先麵嘅軟韌度啱啱好，食完麵仲有粥底，濃濃嘅海鮮精華，成個口感好有層次。大推路段21中段嘅蓋章點非常特別，佢係一個青銅製嘅小馬金絲，頭殼頂仲有一隻鳥類海鷗嘅物體。前面呢個頂峰呢，就係陣間我哋會去攀登嘅 Jimmy 峰、志美峰，又係瘋狂嘅上斜，路程唔遠，但係坡度比較大。好，我哋上到嚟志美山嘅山頂啦，山就唔算好高，但係咧比較斜。咁我哋可以望一望呢，一邊呢就係牛島，呢兩日我都會呢搭船去登島嘅。然後呢，再係另外一邊呢，就係成山日出峰，就係一個睇觀看日出好出名嘅地方。咁啊，呢一個山頂啱啱好飽覽晒兩個景點。